你而家用緊嘅庫存管理系統係幫你提升效率、慳成本、推動生意，定係拖慢晒進度，仲配合唔到業務發展呢？即刻用 Retail Arc 零售管理系統，全面掌控庫存每個流程，後台簡單易用，營運團隊可以實時統一管理多個倉庫同分店，支援晒線上線下銷售，一個後台搞掂晒，夠晒方便。Retail Arc 庫存管理功能，根據最佳實務原則，有效提升營運效率。系統會根據銷售、收貨、調貨即時更新庫存，採用埋先進先出邏輯，減少浪費，優化庫存周轉，幫你做出更快、更準嘅決策。Retail Arc 幫你處理晒庫存管理嘅各個環節，無論係採購、收貨、調貨、補貨、退貨、盤點、庫存調整，全部一站式搞掂，流程自動化，等你可以慳時間之餘，又減少人為錯誤嘅機會。無論係單一分店定多店經營，庫存狀態都即時睇得一清二楚，幫你實時掌握倉庫同門市庫存量，精準補貨，確保熱賣貨品永遠有足夠庫存，唔怕旺季斷貨。精簡盤點流程，優化補貨、發貨等重複性工作，令庫存更準確，管理更高效，成個零售營運更快更順。系統幫你搞掂晒繁重工作，等你可以專注做大你盤生意。一個系統全面掌控 Retail Arc 庫存管理方案，俾你更聰明、更靈活咁管理庫存，幫你嘅業務再創高峰。